你好，我係 Doris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5年12月22日至2025年12月24日嘅香港資金流分析。以下資訊係由彭偉新提供。受聖誕假期影響，過去一星期港股只得2.5個交易日，投資者入市意欲轉淡，令升跌幅度同波幅都明顯收窄。截至2025年12月24日，恒生指數收報25,819點，全周微升128點，升幅0.5%。高位一度觸及25,927點，低位落到25,671點，波幅只有256點。喺有限嘅交易日入面，開市競價時段有2日錄得淨資金流入，而收市競價時段3日全部都係流入。全星期計，開市同收市競價合共淨流入175.2億港元，較前一星期嘅101.8億港元增加73.4億港元，反映資金流表現有所改善。雖然比前5週平均202.1億港元少咗13.3%，但整體仍然維持正流入。恒指成分股方面，有48隻股份錄得升幅，32隻下跌，升跌比率達到1.5:1，反映整體走勢偏強。升幅超過5%嘅有2隻，升3%至5%嘅有6隻，而跌幅3%至5%嘅同樣有6隻。中芯國際全周升9.2%，表現最突出。石藥集團升7%緊隨其後，跌幅最大嘅係藥明生物，跌4.6%，藥明康德就跌4.5%。資金流方面，有87隻成分股錄得淨流入，只係2隻錄得流出，流入對流出比率高達43.5:1，金額比率更加達到21.3:1。騰訊控股流入19.7億港元排第一，友邦保險流入6.6億港元。流出方面，以小米集團流出2.8億港元最多。10大流入股份合共錄得51億港元，遠遠多過10大流出股份嘅4.88億港元。另外，有15隻股份進入強勢區，佔18.3%。33隻進入高估值區，而26隻就落入弱勢區。國企指數方面，周五收報8,915點，全周小升14點，升幅0.2%，波幅只有95點。高位見過8,985點，低位落到8,890點。開市競價時段有1日錄得流入，2日流出，不過收市競價3日全部都係流入，全星期合共淨流入104.9億港元，較前一星期嘅90.8億港元增加14.1億港元。資金流表現有所改善，不過同前5週平均176.3億港元相比，仍然少咗71.5億港元，減幅達到40.5%，反映假期效應之下，資金活躍度明顯下降。科技指數收報5,499點，全周升20點，升幅0.4%，波幅86點，高位見5,552點，低位落到5,466點。開市競價時段有1日流入，2日流出，收市競價3日全部流入，全周淨流入50.8億港元，較前一星期嘅39.9億港元增加10.9億港元，顯示資金流有改善。不過同前5週平均105.5億港元相比，就少咗54.7億港元，減幅達到51.8%，同樣受到假期市況偏淡嘅影響。